對於機戰傭兵6境界天火，唔知你屬於邊個派系呢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超主觀遊玩評論室，我係李奧。今日同大家實測呢一隻479蚊港幣嘅作品《機戰傭兵6境界天火》呢隻 game。有人話佢似機械版嘅黑暗靈魂，亦都有人話佢似 GVG。我自己玩咗一輪啦，發覺呢一隻 game 嘅玩家可以分為唔同嘅類型，其中一種呢，就係中意傳統魂系玩法嘅派系，另一種呢，就係追求翻嗰種機戰感覺嘅，追求極速打擊感嘅機戰派。咁今日你要我啦，就會幫大家拆解下，到底呢隻 game 值唔值得咁貴買呢？同埋大約幾多折入手先最好呢？同埋亦都會喺唔同嘅角度分析下呢一隻 game。我哋首先啦，講下缺點先。如果咧你係打算要正宗魂系受死嘅體驗，或者想睇一個史詩級嘅劇本嘅話，咁呢隻 game 嘅設計咧就可能你會冇咁中意啦。第一個原因就係佢呢一度啦有個好自由嘅換裝系統。以前玩黑暗靈魂啊，或者玩 Elden Ring 啦，揀咗做一個點智慧嘅法師，就基本上要一路咁樣做落去。要轉玩法嘅話啦，一係就重玩，開個第二隻角色，一係就洗點。咁呢度機戰6咧就係自由到爆嘅，買完套裝備，買完晒啲零件，咁你隨時隨地咧就可以幫你部機改頭換面㗎啦。咁對於傳統魂系嘅人嚟講啦，呢一種隨時可以變身嘅打法，其實就冇咗之前配點嘅核心喺度，令到隻 game 嘅挑戰性啦，同埋佢嘅重玩性都係大打折扣㗎。更何況呢隻 game 嘅關卡設計，平時以前我哋玩嗰啲魂系嘅遊戲呢，行路都會怕俾隻兵去偷襲㗎嘛。呢度呢就冇呢種緊張嘅感覺，地圖又大啦，對方嘅小兵又弱喎，咁真係冇咁多黑暗靈魂嗰啲惡意喺度㗎。咁至於第二樣嘢呢，就係佢呢度係冇乜劇情嘅呈現。如果你係一個劇情控嘅話，呢隻 game 真係麻麻地㗎。佢所謂嘅故事好聽啲呢，就係一種魂系留白色嘅故事，但係某程度上呢，佢嘅 PC 嘅方法其實就欠缺咗一啲實際嘢喺度咯。全程啊，你就係睇住一堆文字同埋一堆人名，完全冇咩好深刻嘅角色喺度交流。即係最大嘅重點係，我玩 Elden Ring 玩暗魂，我都會見到 NPC 個樣啊。但係呢隻 game 入邊，我連 NPC 個樣都見唔到啊。咁喺個劇情嚟講，你真係全程 skip 晒佢，亦都唔會影響你爆機㗎喎。好啦，咁講完一堆負面嘅嘢，我哋又講翻啲好啲嘅嘢啊。雖然佢劇本係麻麻地，但係如果你追求好熱血、好硬派嘅機戰動作嘅對戰呢，其實呢隻 game 呢應該喺你眼入邊係一個好高分嘅作品嚟㗎。點解咁樣講呢？就係因為佢嗰種鋼鐵嘅重量感啦，由組裝到上色你都可以自己親手做啦，而且佢所有嘅組裝都會直接影響你機體嘅能力。呢一個系統呢，真係一個機戰迷嘅浪漫嚟㗎。對比起之前嘅 Gundam Breaker 啦，雖然 Gundam Breaker 都有情懷嘅，亦都有大家好熟悉嘅機體，但係論畫面、論打擊感，真係比唔上機戰傭兵。喺呢一度嘅高速嘅對戰，左閃右避啊，無限噴射、飛天遁地，仲要同時兼顧遠攻啊、近戰嘅靈活嘅拉扯感，根本就係 GVG 嘅進化版本。雖然冇咗 Gundam 呢兩個字啊，但係佢嘅動作嘅系統啦、打擊嘅手感同埋佢對戰嘅爽快度呢，真係好熱血沸騰嘅打得。好啦，我講咗咁多啦，又嚟到比分嘅時間。機戰傭兵6境界天火，我自己主觀嘅評分會係80分。呢隻 game 對我嚟講係好玩嘅，亦都幾有難度嘅，手感偏向 GVG 多過魂系，加上劇情嘅呈現啦，有時就不太 OK， 所以呢度我係減咗少少分嘅。而且定價港幣479蚊嚟講呢，又真係太貴啦。所以雖然呢個作品嘅評分係好高嘅，我對佢，但係我會比較建議等到佢可能55折啊，去到港幣200幾蚊先至買。如果你係純粹想玩隻好爽快嘅動作遊戲啦，或者想揾翻以前 GVG 嘅感覺嘅動作派呢，其實就算原價啦，或者7折8折呢，你已經可以考慮下㗎啦。早買早享受咗先嘛。如果你係完全追求魂味嘅，或者你係中意一個有神級嘅劇情嘅話，咁我就建議你唔好咁早買啦，真係等佢平啲先啦，55折左右或者以下先再買啦。好啦，今日嘅超主觀評測去到呢度差唔多啦。輪到你咯，究竟你支持邊一派呢？你覺得冇咗高達呢個名，佢仲值唔值得呢個價呢？你係唔係好中意高達呢個名嘅情懷派呢？定係你會俾機戰傭兵6呢一種鋼鐵浪漫打中嘅動作派呢？又或者你覺得呢隻 game 係似暗魂多啲啊，定係似 GVG 多啲啊？你覺得我俾55折又合唔合理呢？你可以喺留言區分享下你嘅想法㗎。如果你覺得我嘅評測係有用，可以俾個 like 我。如果你最近同朋友最近講起類似嘅遊戲，都可以 share 呢條片俾佢睇㗎。想繼續睇我嘅評測，記住訂閱我哋超主觀遊玩評論室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